子村镇安宫、台南艺术大学、乌山头水库风景区天坛吊桥。1、2、3、4、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餐厅。新建中的武圣宫共5大菩萨开荒国万佛堂道场活动照片。参访联谊庆典活动重要网站展望道场简介。山庄风景寺室外桃园名产有产波罗蜜特色分享。义和盛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，建筑很宏伟。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，由道清设计，诚心同心建成。石金平娱乐园由曾丽君道清捐款兴建的。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山门特色及对联，希望圣意玄